特區政府重申，確保本地僱員優先就業係行政當局處理外地僱員申請嘅首要原則。勞工事務局喺5月13號召開新聞發佈會，交代最新外地僱員數據。截至今年3月底，本澳外地僱員總數同舊年同期持平，但其中非專業外地僱員按年減少超過1500人，文職崗位亦都減少145個。局方指出，目前專業外僱約為6200幾人，主要填補教育及金融等高端產業需求，而非專業外僱則約有148000人。主要負責保安、清潔及餐飲等基層工作。當局強調會根據經濟發展同埋市場供需審慎調控外僱數量。法律面前，本地居民嘅勞動權益不容損害。勞工局將持續監察市場變化，確保外僱僅作為補充本地人力資源不足之用。我係 Marina，為你報道今日焦點消息。